凡事你来我往，我已经解了你的仇，你什么时候还我钱呢？嗨，这个您放心，我会尽快还给您。我郑重不是那种赖账的人。再说这一次决赛我肯定赢。哎呦，我知道，大盘都看好你赢，你知道吗？决赛如果你对上李维成，赔率是1比3，可现在决赛是你打双海，赔率都1赔6了，这么高的赔率，你万一输了，岂不是更好啊？别紧张，野猫而已。野猫为了生存会爬树，会翻垃圾桶。求生欲是动物的本能，人也一样。什么意思啊，陈哥？明知故问，当然是让你放水啦。哎呀，也不会让你输得太难看。第4回合你放水输掉比赛，我们两清。